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1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芷。镜头转来国内，有游客去住台南一间民宿，房间煞用野阁有臭扑。业者虽然有回息咧讲会改进，不过市府表示，若确定业者无维护环境，会依法来处分。 一间天棚壁甲拢升高，面床顶的西网拢叫涂粉。有游客找到开一人2000，带入去台南中西区某一间民宿的4人房，入去就闻到臭味真重，一间拢升高，看水的嘛拢叫涂粉，气甲大上网讲甲宣传的相片差伤济。 比较脏乱有味道的，我觉得都不行。看到就会觉得全身痒痒的，然后很奇怪。民众认为卫生会影响大的意愿，这间民宿伫网络顶不只有名声，业者11出来回息咧，坦白讲是房间伤湿，才会升高，会检查个改善。 房间里面有放个除湿机，但浴室就没有放。后续一定会马上改进改善，就是请专业的人来帮我们处理，提供给以后来的民众一个更好的住宿品质。如果环境卫生无好，算了无欢喜。台南市政府表示，依照民宿管理办法，业者有义务维护旅馆的环境清气。拄到类似状况，一旦向市政府检举，管理局嘛无定期检查。民宿均会办理定期及不定期的联合稽查。 如有违反相关法令规定，则要求限期改善；如未限期改善者，则依发展观光条例予以开单告发。除了检举，市政府提醒，若是旅客因为安尼甲业者有退房，才会消费纠纷，买当翕相所在证据了后，向消保官申诉，由消保官协助双方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南有家长骑奥多摆等车红灯的时，雄雄甲囡仔赶落车。 高雄某家长因为囡仔兴爽，无爱返厝，甲囡仔赶落车。日科团体是提醒讲，这款不当的管教会伤害囡仔的心理。汽机车车早暗时伫路口停红灯，一个骑机车的男性煞雄雄将车顶的囡仔赶落车，放囡仔坐伫路边。警方表示，乱放囡仔恐惊违反儿少法。儿少管教若有不当情形，涉嫌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利保障法》第49条规定，民众有发现相关 状况，请及时拨打报案电话110。事发伫人车真济，台南东门路3段甲中华东路2段路口，毋若惊到囡仔，佫可能出现安全问题，互民众无法度认同管教方式。还蛮危险的啦，小朋友有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动作，你也来不及反应啊。 这毋是近期第一件家长管教争议。高雄顶个月底，某囡仔为着掠宝可梦，无想要返去厝，去甲家长将囡仔赶落车。医护团体认为家长情绪无好，出现无正当的对待，虽然当下会使阻挡囡仔，却可能造成长期的问题甲影响。 先建立良好的一个界限是非常重要的。晚的时候都必须要跟孩子讲清楚相关的规则，尽量的每次都按照这个规定去做，不然孩子就会觉得说，我可以试探一下父母的一个状况。有人将脾气发伫囡仔身上，嘛有人一时好爽，带囡仔做出危险驾驶的动作。警方甲医护团体提醒家长注意管教的界线，以免违法佮影响囡仔的心理甲健康发展。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台南高雄报道。 台湾罗马字协会连续25档，逐年拢会办世界台语文化营。今年以野外求生做主题，教大人囡仔要安怎伫咧野外煮食甲生活。乌托贝，咱来看卖。 囡仔用台语真做魔术师，敢若刻一张牌，施魔法就通甲鬼符固定好势。毛囡仔用白话机做书画红仔，展现课程所学的成果。为了要甲台语向下定根，台湾罗马基协会对1995年办世界台语文化营到达，今年第25届，以非常时期的野外求生做主题，加入全台语的环境，嘛培养囡仔的母语意识。用台语变魔术，等者要等互大家看，我感觉真趣味。一个囡仔今年要算上国小啊，互知影讲吼，其实有足侪囡仔。 嘛是咧讲台语，吼，伊实在一寡大人有无共款的议题啦。台湾这几年拄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的威胁，吼，啊，咱嘛要准备，万一中国若是吼真正侵略咱台湾，咱台湾伫战争的时期，免伫野外求生。课程毋但安排专题演讲，嘛了解国内外战争的历史。
另外，嘛邀请南北基路长期咧推广台语文的友志来分享经验。台湾罗马协会常务理事陈金泉指出，因为受到时民甲政治的因素，致使台语有一段较长的短暂。佮加上家长无注重，未就因对教会拓展到社区咧推广。另外，嘛协会用语言行销的方式设计趣味的手路，要成人来学习。少年人，我什么拢不要讲，唔啦，少年人哦，看年长嘛，我不要讲啊，因为安尼关。所以整个语言的意识会当提悬，啊好，或者人民拢知影，咱这住民知影这台语是遮尔要紧的。把台语文当作产品，这就是用一个行销的手路去甲其他的物件，就是去比拼啦。讲咱当就是有一个较趣味、较活跳、较无共款的方式。三天2暝文化营分做大人甲囡仔组，拢总上百人来参加。主办单位指出，毋望台语文成做生活化母语的前途，才会当公平大拍尾。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推出致敬事件100年纪念展，因为反应袂歹，官方宣布要延长展览到8月18。现场阁有设计记者日志，要互大家以记者的身份来看日本时代台湾民报是安怎记录致敬事件这段历史。叶文哥是谁？我先介绍一下。叶文是林献堂的秘书，然后就交代他赶快跟人家讲话，然后这个叶文忠就骑着脚踏车到那个最近的一个车站，叫做应该是追分车站，然后就赶快冲到这个台北去。透过导览老师说明日本政府逮捕这次台湾议会请愿人士以后，台湾知识分子采取的行动。日本时代的台湾知识分子为着要争取地方自治，发起台湾议会请愿运动。伫咧1923年成立台湾议会基层同盟会，说服总督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抓起来。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规划的致敬事件100年纪念展，展览以当时的报纸《台湾民报》做基础，带民众用记者的角度来看规个事件。致敬事件内底吼。伊就是逐字稿啊，逐字稿记录讲，譬如讲法官讲啊啥啊，辩护师讲啊啥啊，被告讲啊啥，甚至讲检察官也黑白讲哦，都写落来，所以讲咱会当根据迄个资料，会当整理出哦，即摆展览遮就侪物件。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指出，和当时日本人办的报纸《台湾日日新报》立场相对立。台湾民报是日本时代1923年第一份台湾人办的报纸，徛伫台湾人的立场为台湾人发声，勇敢批评时政，推广文化，介绍新思想。台湾文化协会嘛伫各地成立读报社、读报纸，互民众听。因为咱的识字率无悬。哦，所以讲伊想足侪办法，譬如讲有一个做趣味的物件叫做读报社，好，譬如说，这英国发生啥物代志，美国发生啥物代志，你拢会知。伊个会买迄个日本的报纸，吼，互大家知影不同的观点，吼，一项代志不同的观点，吼，台湾人的知识会当成长，都免费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展览自去年开幕到今已经要1年，不过因为民众反应袂歹，但要搁延长到8月18。现场有设计记者日志手册，嘛用 AI 技术重现历史。官方要叫民众做伙来了解台湾人追求自由和自治的决心。记者卢尚珠、柯炳哲台北报道。嘉义县为着要推广无人机的科技教育，举办无人机博览会。今年有闹展览，阁有设计比赛，做伙来看卖。家长带囡仔来体验无人机的操作，虽然唔是控制了真好，不过会当体验飞无人机，大家也是感觉真新鲜。嘉义县举办2024无人机博览会，有展示上新的无人机，嘛互民众体验。囡仔无算过啊，来算看嘛，我感觉真好算啊，可以体验一下安尼。无人机我们过讲袂歹，囡仔来看看也可以帮助因多认识一下我们这边的感觉，这样子。无人机博览会当中，除了展示上新的无人机，产业界、政府甲教育界也透过论坛的方式讨论未来发展的目标。有业者就讲，为3年前到即马，台湾无人机的产业环境已经有真侪进步，嘛豆豆受到国际市场的注意。咱第一年来讲啊，其实是拄开始，然后足侪物件拢无的，啊，第3年就今年就是开始做 AI 甲迄个传输，这软的部分，这是一个趋势。亚创中心是这个无人机这个研发中心，那所有的厂商其实把这里当做这是一个台湾的无人机橱窗哈。那全世界各地大概目前为止20几个不同的国家有到这边来做交流参访。
投资甚至采购等等嘉义县政府表示，这届博览会当中，头届参加大学的无人机设计比赛，希望会当为各方面来加强无人机的科技教育，替无人机国家队培育更较侪在地人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再来看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芝。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